那我多人去收集这一经营花啊。采收花啊。哦，够厉害，足够的啦！哦，经营花会当收集遮济啊！哦，啊，经营花一斤唔足济钱。哦，谢谢啊！哦，足够的啦，足够的啦，足够的，台湾热啦吼，经营花泡茶是咧食退火的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哦，好多。哦，七里香一支100块呢。哦，哦，七里香哦。哦，一支这啊，熬完安尼100块，七里香吼。你看那个3支啊，当用来做干啊呢。哦，一支卖150块。哦，啊这菜瓜，菜瓜啥？我讲用讲袂出来，菜瓜娘，毋是？菜瓜切啊，哦，菜瓜切，哈哈，菜瓜西瓜皮，哦，这是个。哦，经营花茶一包卖偌济呢？吼。哦，经营花茶。经营花比那个好啊。哦，100，经营花茶100。哦，啊这姜好，这姜。哎，这姜，你无食这姜啊？哦，我叫做这姜。你食这款好。哦，我叫做这姜。来。啊，唔，哦，我咩讲咩是这姜哦，咱平方啦。有啊，咱无咧注意，40块哦。